我相信，我三叔的确来过这里，但这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件耳饰突然变了样。合着我跑题了是吧？行，我来过。唉，我的记忆并不完整，很多事情需要有个出发点才会想起来。小哥，你失忆了？我想找回我的记忆。那你现在在想什么？如果你发现了考古队的名单，上面应该有我的名字。啊，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。哎，你别吹了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考古队了，那怎么着？你跟三爷一岁数，那你怎么保养的？羊胎素、肉毒杆菌？哎，你不会基因突变受什么辐射了吧？切，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那你对这个海底墓还记得多少？哎，小梅，你看，哎，你看那表，是不是很好看啊？文静姐，文静姐，看什么呢？你也上来看看呀！我先下去，在上面了，快下来吧！快点儿，这边需要你帮忙。小张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海。咱们在海上都快半个月了，再美的海景也看腻了吧？说实话，我现在还真有点怀念在岸上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小谢呢？你们看到谢连环没有？谢连环跑哪儿去了？没有啊。我已经查过了，少了套潜水装备，还少了艘皮筏艇。该不会小谢去玩潜水了？文静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？如果他一个人去潜水的话，那就太危险了。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的，在水下待了多少时间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把人找回来。不行，我们今天还得下墓，别为他一个人耽误了时间。说不定他玩够了就回来了。小李，你们家就是海边上的，海里的情况有多复杂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了，谁负责？没事啊。这小谢也真是的，这出去也不打声招呼呢。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，怎么能一个人出去啊？连请示都不请示一声。就是啊，这么久都没回来，要是出事儿可怎么办呀？哎，你们快看，那块礁石上面哪儿啊？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看见了。尸体无法保存，所以我们决定让一个人把尸体送回岸上，处理后事。其他的人留下装备和食物，发掘海底墓。
多出来那是海猴子。三叔他们被水冲进来的过程跟我们差不多，但他们进的是这间耳室，还是有婴儿棺的那间？都不是。好香啊！哎，你们闻到没有？是啊，哪来的香气啊？会不会是这个墓主人生前是个喜欢用香料的女人，所以死后还陪葬了大批香料？三星，哎，你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我去过的墓室都是臭不可闻的，像这种香的，还是第一次。这画的都是孕妇吗？怎么一个个肚子都这么大？是啊，真是啊！什么呀？海鬼，这里有海鬼，这是个海鬼墓。海龟？这是海龟啊！哇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画的都是什么呀？还有这个，哎，真是。哎，你看这个。哎，香味儿，这墓里有腐臭味儿，哪有什么香味儿？没闻见过。说不定是只有三叔他们进来的那个墓才有，也或许是经历这么多年，香味已经散了。小哥，后来呢？咱们还是走吧，我看这里太古怪了。你是怕大海龟请你去做海龙王吧？站住！干嘛去？就不怕再发生什么意外了是吧？大家都听好了，墓室里的情况很复杂，稍有不慎就会连累所有人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原地休息，保存体力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乱动这些东西，更不能乱走。听到了没有？哼，三省在这方面很有经验，大家都听他的。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三省，哎，是不是很累啊？要不在这睡会儿吧？我没事儿。别逞能了，这之后的行动还得靠你呢。行，那就歇会儿。后来又发生什么了？不记得了。那你是不是吃个核桃补补脑啥的呀？行了。哎，说到这个香味催眠啊，我倒想起一个东西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就快点说，别卖关子。我在潘家园啊看见过一个玩意儿，它有点像一块黑色的小石头，老板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，一打开盒子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，也不知道什么香调的。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情调啊！快点，接着说。废话，胖爷也是京城有名的玩主，好不好？你知道那香味儿啊，那闻起来特别舒坦，就闻着就像蜜胶。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晋婆的骨头叫骨香。骨头？龙涎香还是鲸鱼的屎不橛子呢，照样值钱。在你眼里，凡是值钱的都是好东西。那是。那晋婆到底是什么呀？
禁婆呀，这东西挺抽象。海边的人啊，把不好的都叫禁婆，受了伤、丢了鸡、跑了鸭什么的，都说是禁婆害的。要真要说是什么呀？恶鬼？去一边去！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禁婆，古香。我想起来了，有关香味的事儿，三叔的确提起过。古香这个东西在市面上出现的很少，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是禁婆的骨头不吉利。你以后要是碰到了，尽量也别沾。要是失眠的话，倒是可以用一下，睡得比昏迷还快。做个香香的梦。啥香香的梦啊？不做噩梦就不错了。当时我在墓室里一觉睡过去，醒来就惊了。为啥呀？反正就跟打了麻药一样。我这一醒过来，文锦，文锦，文锦，人呢？人呢？文锦，文锦，死气呢？后来我就被渔船给救了，被送进了医院，差点连命都给丢了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我听说只有我一个人被救了，其他人全失踪了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就没什么再后来的了。大侄子，你可得听话，别淘气，千万别和你三叔学啊。嗯。
就是不知道三叔说的是不是这座海底墓里发生的事儿。那没跑了，有香气，有木，有海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多看看那些魔术揭谜之类的节目啊？装箱子的人转2圈回来，啪，人没了，嗷，老虎出来了。你说像不像这种见证奇迹的时刻呀？啊，就这墓，啊，有隔板，转2个圈，有地洞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明白什么了？电梯。啊？哼，电梯啊！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一听就明白了啊。假如现在有一个2层的楼房，你从2层里面出来，这个时候我在1层的底下再盖1层。当你回来的时候，原来的1层变成了2层，原来的2层变成了3层。所以说，你回去的是原来的1层，而不是2层。12、21、123，你说人话。好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耳室的上面或者下面还有1层。这2个耳室呢，就像电梯一样，可以上下移动。虽然面积大小都差不多，但是里面的东西却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出去一趟再回来，发现氧气瓶不见了，是因为这个耳室已经移动到了上面或者下面。这明白了，这不就骗小孩的把戏吗？啊，我以为多高明多深奥呢。是啊，就这种骗小孩的把戏，也把咱们都骗在里面了，不是吗？我明明说过，咱们就别往复杂了想，往简单了想多好啊！那是不是咱们现在就在甬道等着，然后等这个耳室变回来，咱们就能把氧气瓶拿回来了？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在想你三叔说过的话，他说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他在耳室里面已经睡着了，并没有走出耳室，而是去了甬道。那无论这个房间怎么升降，他们应该待在同一个耳室里面，怎么可能会有变化？也对，那会不会是其他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搬到了另外一个耳室，他醒来发现大家不见了？哎，等等，三爷进墓是从泉眼上来的，他出去的时候也是从泉眼出去的。这墓到底有几个泉眼？咱们也是从泉眼进来的，而且之前婴儿关的那个耳室可跟三爷前后待的那2个耳室可都不一样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耳室升降时间的规律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以小时为周期还好，如果是1天甚至是月，也不知道这里的空气还够我们待多久。你别说空气了，就是水跟吃的也没有啊！哎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咱们这样，先到甬道里等着，等那个耳室变回来啊，咱们先把瓶子拿回来啊。得嘞，特别棒，棒棒哒！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测，耳室是上下双层的，而这个古墓中的耳室一般是左右对称的，所以这里出现这个并不意外。哎，这里边棺材是金丝楠木的吧？这头，我告诉你，这原木得和明长陵里那32根用来做巨柱的差不多粗细了吧？就算同等的银子也没它值钱，啊！吴邪，这可能是你三叔他醒来时发现的那个棺材。下雨天打孩子闲着闲着，进去搂搂。阔气。你说这种棺材只是在耳室，那墓主人的棺材得多像样啊！这间墓室的风水也太奇怪了，设计的机关更像是恶作剧，不知道墓主人到底想干什么。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这里边啊有我的压堂货就行。别说话。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悠着点，悠着点。我看你平时老老实实的，怎么见了棺材跟我一样不要命啊？哎，
点个蜡烛再开棺，老辈儿的规矩不能丢，知道吗？东南角在哪儿啊？哎，这里本来就没什么空气了，你还点蜡烛，你不要命了？嗨，一个蜡烛能有多少空气？大不了我少吸你几口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还是个铲屎官啊！拿猫当成陪葬品啊？怕什么呀？别封建迷信了。切，谁怕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得谢谢我，知道吗？这个没氧气的时候当个提醒啊。哎，淘气。这个墓里处处都很诡异，一切都不合理。墓里不能有什么，他就放什么，都是反着规矩来的。这样下去，到了下一个主墓室，一定还会有什么幺蛾子。哦，这个味儿啊，脏成这样，全是人油。哎呦，我都下不去手。这么多只手臂粘在一起，又是什么规矩啊？用这种合葬的方式也太残忍了吧？是太惨了，拧成麻花了都。难道不是合葬，是活殉？这叫氧气藏尸，把人堆一块儿，下药闷死在里边。氧气藏尸？怎么着，切勺了吧？三爷真没教你什么东西。这东西啊叫养尸棺，知道吗？风水上的学问，一般用在什么山岭里。说呀，这一个墓里有2个风水极好的官位，如果不在官位上都放上棺材，那空出来的官位就会因为聚着海川的灵气，招惹来不干净的脏东西。所以一个官位放入墓主人的棺材，另一个就要葬一位与墓主人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这个棺材还必须和主墓室的一模一样，这就叫养气。学着了吗？难道这么多人全都是陪葬？真是人心难测。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风水之说，这些人的生命就像草芥一样被夺走了。所以吧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到隔壁弄几个罐子，把这水舀出去了。你知道在棺材里积水最不吉利了。胖子，你是为了这些名气吧？咱们下来不就是为了名气吗？我不是。我是。胖子，怎么了？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，你们仔细看他的头。6个人6个脑袋，没错啊。不对，是一个人。你们看，除了最上面的那个头，其他的都没有五官，甚至连基本的头部轮廓都没有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手的关节全都连在同一个躯干上。哎呀，这简直一大肉虫啊！一个天生长这么多手脚的畸形，一出生就会被当作妖怪弄死，绝对没机会长这么大，一定是人为的。哎，你们这都裤裆里拉胡琴扯淡！要我说，咱们就去隔壁拿罐子把这水舀出去，咱们能看真着点。再说，万一里边有什么能让我们出去的线索呢？我倒要看看这个墓主人为什么做这些残忍的事情。那儿，哎，你处女座，双鱼，挑个碗那么费劲。
你开跑车卖豆腐架子不小啊！我一个人得咬到什么时候？有点眼力见儿行不行？这些瓷器上面画的，就是在讲一群人在修建一个土木工程，有修石头的，有运原木的，还有搭木梁的。正好，瓷器摆放的顺序就是整个工程的进展顺序。这也太奇妙了吧！这快跟故宫的浩大程度差不多了。可这上面的结构完全不是中原的风格。哎，胖子，你帮我想想，中国古代哪儿还有这么大的建筑啊？嘿，死胖子，走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怎么回事？门呢？哎，肺！哎呀呀！吴邪怎么还没回来？还有选择障碍，挑个碗没完没了。这一女尸啊，1、2，哎，有12只手，不应该有12个奶奶吗？怎么就5个呀？不对称啊！抬出来看看。胖子，小哥，胖子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目前看来，这个门的移动非常频繁，说不定过个几分钟，这个门自己就转回来了。别紧张，冷静，深呼吸。不行不行，不能浪费空气。这整个一烂肥皂啊！怎么才过1分钟啊？我表是不是坏了呀？哎，小哥！对，相对论，没错。在这种黑暗安静的环境，会加深人的恐惧。在这种黑暗安静的环境，会加深人的恐惧。所以人呢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就会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漫长。对，知道这点就好了，这样就不害怕了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最恐怖的，可能也就是这个海底墓了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最恐怖的是人的内心。怎么能自己吓唬自己呢？猫诈尸了，现在是。破耶！这女的真的是寒碜上撒把盐齁寒碜，太恶心了。
压棺石上面有字。嘿，这墓主人想的挺周全啊！有了这块压棺石，就算海底墓的气壁结构被破坏，海水灌进来，棺材也不会浮起来。这写的什么东西？哼，得了，我甭跟这儿操心了，等小同志来了就知道了。吴邪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门呢？别拍了，是机关又发动了。这墓主人耍人玩呢，他找废呀他！我告诉你，等我找到主墓室的，我非得掀他个底儿朝天不可。走，先把压棺石抬出来。1、2、3，哎呀，这石板就那么大，哪有那么沉啊？四周角落松枝和棺材底粘在一起了。这下面空的。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这都过去多久了？难道是因为这个墓已经几百年了，机关卡住出问题了？唉，算了，着急也没用。不会跟这些瓷器有关吧？怎么说也是明代的，说不定有什么新发现。退什么退啊你？不服气啊？海里那么多鱼你不吃，非得往海底墓里来凑热闹。哎，我是你能吃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本小爷从小吃地沟油长大，五毒俱全，毒死你！
这棺材里边有洞，没见过呀。这是盗洞。盗洞的这太厉害了，能直接定位到棺材下边。这挖洞的人得多厉害？你说这人是怎么挖的这洞啊？这可是海底，而且这耳室不是可以上下移动的结构的吗？那棺材底下应该有另一个耳室才对，怎么还有空间容纳这么深的一个洞呢？小同志推测的是错的，啊，这洞可是把氧气藏尸的局给破了。别的不说，虽说这尸体蜡化了不可能再尸变，可是这个灵穴可就变成败穴了，而且整个墓的风水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得小心点。哎，想不清楚，等小同志来了再说吧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，这整个一猴吃麻花满拧啊！嗯。打不死的，跑！原来是个棺椁，墓主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棺材修成个澡盆儿？这生前是有多爱洗澡啊？这得有多深啊？我们最新路过的耳室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泉眼，难道这里的水是通往海底墓最深层的？不对啊，不是还有像电梯一样的机关吗？那这么多的水是怎么引进过来的？我现在的位置是左配点，那对称的话，应该还有一个右配点。既然是海底墓，那墓主人肯定又有钱又有地位。如果按照贵族葬墓的说法，一般左右配殿都会各有一个汉白玉棺床，在棺床的中间还会有一个内填黄土的长方形金井。可这里全都没有啊！哎，对了，后殿才是放棺椁的地方，为什么要在配殿里放棺材呢？还是个棚棺。棚棺是战国时期的，难道这个墓不是明朝的墓吗？时间堆叠成千年，看前路多缓慢，我们守护着誓言，迎接下一站。习惯推背去挑战，磨合心里的蜕变，不惧黑暗，掀起狂澜，收割着生命的一程狂欢。我们让生命不平凡，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，带着信仰去飞，有拼接作战。
呼喊，另一只手紧握着勇敢，就让死活自然，不惧危险，拒绝平凡。深入困难。我们让生命不平凡，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，带着信仰去飞，让冰点多少听耳边狂风在呼喊，另一只手紧握着勇敢，就让心火自燃。